地降下濃濃就似依傍，千萬靈魂像要永遠淪亡，雖願前往，像得救福音傳揚，讓我耶穌不論代價高昂。所有權柄已賜給我，所有權柄已賜給我，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揚福音，我必常與你們同在。看全世界，紅岩自滿亦大開，基督正被帶進入末等待，信徒四地，集中地一齊力量，帶團聚快把福音傳揚。所有權柄已賜給我，所有權柄已賜給我，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揚福音，我必常與你們同在。為何死亡？這是數傳復活城。